脑子还能不能使了？随随便便把人往家里带，你还嫌你黑锅背的不够多啊？人命关天呀，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再说，你看这，你这么帮他，他能领情吗？到时候该说是你害的了。他中毒了，不过还好毒性不深，不会危及性命。你得先把他送回去，再去帮他找解药。哦，好，好。哎，陆师妹，你去哪里啊？我去查库房。哎，等等，我和你一起去吧。暂时不要惊动李轩，把库银找到再说。好。小环，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就知道是你们。住手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别打，别打，别打啊！别打了！啊，放下！碧瑶，你对小环做了什么？都是我做的，有本事冲我来呀！来呀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门口吵来吵去，烦死了！哎，小环，你抱着我孙女干什么啊？魔教妖女，救了小环又能怎么样？快走开！你说什么？一个魔教妖女罢了。哎，救了小环。哎呀，那姑娘，你看你还站着干什么？快里边请啊！恕在下孤陋寡闻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症状。恕老夫无能为力，无能为力呀，对吧？你想想，大夫，没办法，你在这看半天，你就是个庸医吧你啊？你就是个骗子吧你？这都怪你不肯出钱吧？
啊，多拿点钱，让那些能治的大夫过来治啊！有钱我会拿的，我也有钱的。你看看，我的小环，小环呢？从未见过。碧阳，小环怎么会在你这儿啊？哦，这事儿是我。给我闭嘴！我们偷了你们的银两、图纸，周小环指认我们是坏人，那我们就坏给他看喽。啊，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。他为什么会晕倒啊？中毒了呗。啊？但是中的什么毒，我已经想不起来了。那你能解吗？你说解就解呀？有什么条件，你尽管开出来。好啊，让他给我下跪道歉。是你下毒害人，你现在还想要挟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雪琪，救人要紧，求你了。哎，雪琪，是。